深圳除咗吃喝玩樂，仲有咩做？我就今日嚟到深圳洗牙。去玩前呢，我已經預約咗嚟到深圳希華愛康健醫院安排洗牙。交通呢，就係羅湖站一出，地鐵 D 出口過去呢，就最方便啦。深圳希華愛康健醫院嘅牙科中心呢，提供係專業化同埋個性化嘅口腔護理服務嘅。專業嘅團隊嚴格遵循世界牙科聯盟 FDI 標準，結合最新嘅牙科技術。醫護人員呢，專業又細心，洗牙嘅過程全面，而且感覺好舒服。我呢，自己右邊嘅口腔內呢，度生咗一隻嘅智慧齒。平時刷牙呢，就比較難刷嘅位置，所以呢，有少少蛀牙。醫生呢，真係好細心咁幫我洗，所以我嘅牙齒牙縫都洗得乾淨晒啦。我可以享受到高質量嘅牙科治療，而且價格呢係平過香港好多啊，性價比呢真係好高。專業儀器衛生、港式嘅醫療標準，加上係香港嘅專科團體監督，所以呢洗牙呢我只會選擇品質保證嘅，而且呢價錢係香港嘅3折價格，深圳價格已經享受到香港嘅品質，甚至呢質素係更加好添啊！醫生呢仔細咁話俾我知洗牙後嘅牙齒情況。洗完牙靚晒，當然要多謝醫生啦。醫院嘅環境舒服，空間感十足。洗完牙之後去玩影相都可以開心露齒笑啦〜